年下迁边籍。太宗16岁随父从军，议定动乱的社会。戎马孔总11年27岁即帝位后，演武修文，特点留点于治之道，修身养民。太宗因武善变，遗憾早年从军，读书不多，鉴于前隋灭亡之时，深知创业不易，浮沉为艰。在位期间，鼓励群臣进谏，批评其决策过失，先见官位旨及于世南等，整理历复帝王治国资政史料，写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天下之精要，汇编成书，上使武帝，下弃进赋，自14000多部89000多卷古籍中，博采典籍65种，共50余万言。书成，如魏止于序文中所说，实为一部，用之当今，足以遍览千古，传之来业，可以依决孙谋。可治世宝典。太宗喜其广博而切要，日日手读试卷，曰：使我击鼓临士不惑者，卿等立也。由是而知，贞观之治得太盛况。此书贡献大矣，诚为从政者必读之宝典。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明，此书至宋初已失传，宋史亦不见记载，所信者。日本金泽文库藏有镰仓石赋，1921-330年，日本僧人手写群书治要的全志，并于清乾隆60年由日人送回中国本土。上海商务印书馆4部丛刊和台湾分店以此版为底本影印出版。2010年岁末，净空信得此书，反复翻阅，欢喜无量，深刻体会古圣先贤之文化教育，可能为全世界带来永恒之资定和。最极关键者，即国人本身必堪真正认识传统文化，断疑起信。圣贤传统文化时，为一切众生自信流露，超越时空，亘古铭心。学习关键端在诚敬二字。曲礼曰：吾不敬。前清康熙曰：临民以主敬为本，诚与敬，千古相传之学，不越乎此。程子曰：敬胜百邪。说明修身尽德典是记名为诚敬二字，方能圆成。若对古圣先王之教育毫无诚敬，纵遍览群集，亦难获实意。孔子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是也。过去孙中山先生于
三民主义讲演中，民族主义第4讲曾云：欧洲的科学发达物文明的进步，不过是近来200多年的事。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，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。诸君都知道，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，但是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，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，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天。英人汤恩比博士更云：欲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唯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。纵观今日世界乱象纷呈，欲救世界救中国，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能办到。老祖宗流传至今的治国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，均是历经千万年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。群书治要至真至贵，果能深解落实，天下太平，个人幸福，自然可悲。背道而行者，则不免自招灾殃，祸患无穷。净空深知今日群书治要之重现，实有其神圣使命，欢喜委托世界书局重新影印出版1万套，拟赠两岸3个系世界各国各党各级领导共点学习，则和谐社会大典之治的世界指日可待。新建群书治要重新出版在即，言出人者主于未去，仅以此数语表随喜赞叹之意。净空2010年12月28日于湘江群书治要360续群书治要一书，是中国古圣先王修体制之智慧方法经验效果的集大成之作，是历经千万年考验所累积的文化宝藏。这部宝典既能助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，也必能为当今各个阶层的领导者提供可见，而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，群书治要也是修持的智慧源泉。为让有点领纳先哲智慧的读者能迅速地全书的精华，以运用在日常生活工作中，重点组成学一条制作了这一文白对照的选本。我们将群书治要整理为6个，均道陈述未得，为正精慎明辨。每个大纲中纳了条目，从全书中我们力求选取既切合当复社会需要而又精辟简明的短文，最后经过几轮筛选，选定360段，而对选文进行白话翻译，则参考各译本，加以推敲讨论。译完若觉仍欠圆满，则在译文后稍发挥，以便读者更好地领纳先贤的精神。由于学识有些时间仓促，本书定有许多疏漏之处，敬请诸位人人不吝见教。衷点祝愿每一位读者
恩典和谐，家庭和悦，事业和顺，让我们